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国道1号台南仁德的路段，第一场深夜是发生着连环车祸。当时因为在施工车道缩减，所以塞车。有一台货柜车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，转来追拢头前4台已经减速的车辆，其中一台白色的轿车，和前后的大台车业前伫个中。 这个车挂下掉剩半截的车身，这个乘客规个面拢是血，这个警工来化救人，那驾驶已经明显死亡。南下的。坐伫咧副驾驶座乘客规面拢是血，化警甲我救，边个驾驶已经断开，袂顶袂动。现在轿车因为靠大台车挤过来，车身一半拢叫下掉，变做废铁啊！国道发生小龙车祸，车路乱七八糟，大台货车叫夹伫咧中，轿车叫前到挂车道，已经看袂出原来的模样。 我看到的阵大档也袂有啊，我嘛唔知安怎弄的啊，我向看头前就是规个迄落啊。要先固定患者，确保他安全之后，再使用破坏器材，慢慢的把它移出来。另外一台白色货柜车头规个猫落去，驾驶掉伫咧车内。 见消费变形的车体内底救出伤者，扛起咧担架将因送到病院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半暝，国道1号台南仁德路段，一台黄色货柜半连结车，敢若无注意头前车路的状况，先对拢白色货车、轿车含另外一台大货车，搁上头前的半连结车，第三台轿车车挂桥下掉，驾驶当场过身。因前方施工关闭内侧车道，造成回堵。 有一部货柜半连结车，疑因未注意车前状况，撞击前方已依序减速之车辆而肇事。规件事故造成一个死去，5个受伤，详细事故原因会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